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12日下暗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过来伫今仔日增加2个境外入来病例，也有2个本土病例。这本土病例当中，其中一位是照顾武汉肺炎重症患者医生。桃园某一间医生馆发生着医护人员感染问题，因为行总要经过大会场，也爱进行消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车到解除美台交往限制，进美国大使也邀请到台湾的外交人员进行交流。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个带病入境，也有2个是本土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本土病例当中有1个是咧照顾武汉肺炎重症患者医生，另外1位是有甲医生有接触的医护人员。指挥官陈时中也强调讲，发生感染的医生拢有进行管控，目前也阁无需要封闭院。国内新冠肺炎阁爆出本土病例，还阁出现头一个医师患着。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拢总有2个医师人员确诊。暗号838是台湾籍30多岁男性，嘛是桃园某一间病院的医师。发病进前捌照顾确诊的重症患者，嘛捌替确诊的病人插管，是上有可能的感染源。暗号839是台湾籍20多岁的女性，是甲暗号838做伙大的女朋友，嘛是护理师。虽然2个人伫同一间病院，不过暗号839无接触到确诊的个案，所以指挥中心家己做病院感染。那另外1个是社区感染。在执行插管时候是由麻醉专科医师进行去插管，不是这一位医师在进行插管。那这位医师有在旁边帮忙，所以基本上并不完全担心说是他在执行插管的动作当中所造成的问题。针对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指挥中心已经鼓励病院接触者拢总464个人，拢已经做采检，嘛拢是阴性。社区接触者拢总56个人，已经有14个人采检，1个人阳性，就是暗号839。目前13个人当伫等检验的结果，还佫有42个人采检当中。而且为即马开始，这间病院住院的病人，敢若会当出院袂当入院。39个医护相关的接触者，可能居家隔离。也若门诊甲急诊是拢照常运作。毋过取消所有探病、甲徛命制照顾病人限制1个人的规定，嘛甲相关的患者刷去单人病房隔离观察14天，而且所有的员工3天后会搁一届做采检。因为这样的一个暂时的一个短时间的人力的短缺，所以我们让医院的负荷尽量能够减低，希望能够把这个医院的清消消毒再把它做完全。但是中强调讲，这间病院分层分流，感染的管控措施有法度因应这届事件，所以无需要封院。另外，国内嘛新增加2个境外移入的病例，暗号836是台湾籍60多岁的女性，为美国入境；暗号837是英国籍30多岁的男性，为英国来台湾办公。检疫基本采检了后才确诊。目前国内累计确诊人数有838例，也有101个人住院隔离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某一间病院内面的医生甲护理师去染到武汉肺炎，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伫今下晡要公布因的行踪。卫生局也随通知大卖场百货公司，就要进行消毒作业。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宣布讲，市政府所管的机关甲学校今年尾价要停止办理，过年进前的大型活动也拢要全部延期。救护车出入，协助急诊的患者转院，气氛是无啥肃常。还佫伫咧住院患者的家属嘛有感受到。预计是要到后天了，我看这样怕危险。医生叫我们先出院了。因为有一个医师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过程当中，叫患着确诊，是暗号838，嘛是台湾头一个患着新冠肺炎的医师。指挥中心改定义做院内感染。伊的女朋友护理师因为接触感染，才做暗号839，烦恼感染会传开。指挥中心当一个一个调查因活动的范围。838的因为它早一点，所以它调查的相对比较完整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是1月8日到9日。这里面跟社区有接触的大概有3个地点，在一起的时间也算是蛮多的所以大部分的足迹是会有重叠。暗号838，1月初6、初7都敢若单纯上下班，初8下班了后，差不多暗时8点去大港购物中心美食街食饭，了后就转去因兜，初9休困，下晡点外，伊去星巴克国际门市啉咖啡。搁去附近的五金行踅踅咧，隔顿工早起8点去病院值班，嘛伫咧这一天采检确诊，
虽然除了食饭甲啉咖啡以外，因拢有挂喙暗，不过也是袂当大意。根据因的活动范围，当地卫生局紧急通知4颗里的大卖场开始做消毒。配合政府防疫，IKEA 桃园店大港国际购物中心决定今仔日规工拢无营业。大埔购物中心是提早点半休困做消毒。是来面试，辛苦，来面试的。那有特别通知你们说要取消吗？只有餐厅的人跟我们讲2点要关门，然后你们又离开了，我就这样子，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暗号839要去新竹某一间科技大学上课，这个班39个学生。目前已经知影有4个老师防列做居家隔离，学校嘛开始做消毒。桃园出现2个本土病例，桃园市长郑文灿宣布，新正进行市府的大型活动，全部拢爱延后举行。市政府、还有附属机关、还有学校，这个尾牙一律停止。那市政府所举行的大型活动，我们都协调改到这个延期举行。郑文灿提醒民众，最近有去过大港购物中心、星巴克国际门市，或者是真武5金行桃园国际店这3个所在的民众，若有出现身体无爽快的情形，一定要去做采检。桃园市府嘛会到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发生有医生去互武汉肺炎重症患者喂着病了后，佮传染互伊的护理师查某朋友。着感染科的医生表示讲，世界各国拢有病院的感染事件。面对着这款的情形，疫情指挥中心要追踪464人进行检测，避免社区感染佮再发生。国内阁出现本土病例，指挥中心证实，桃园某一个病院的医师伫照顾新冠肺炎重症病患了后遭受感染，阁为互护理师的女朋友造成院内感染，也甲社区内的传染，也引起外界烦恼。国内感染科医师就讲，即马世界各国差不多拢有院内感染，上界重要也是体系健全。如果做好很好的这个感染管制的措施，包括监测，包括做好的动线。好的这个病人的分流，还有这个医生的这些所谓的高度的警觉，有做好这些的话，就是院内感染会发生，也不至于会造成太严重的情况。目前伫国内只要是确诊新冠肺炎的患者，都会被送到负压隔离病房接受治疗。你做要入去负压隔离病房，爱一两一言最好防护，包括着爱用酒精先消毒双手，刷咧爱挂喙暗、护目镜。搁爱穿隔离衣、挂双沿的手套来降低传染的危机，因为医师讲患者的喙烂手是院内感染的原因之一。插管就是让病人的下呼吸道的分泌物有个机会可以整个喷出来嘛，然后会喷在环境里面，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靠得比较近的人都是有风险的，尤其是执行插管那个人风险最高，因为他必须要看得到气管的开口，他才能把管子放进去，所以他要靠得很近。所以你的防护装备一定要穿得非常的完整。医师认为，这个感染事件除了医疗人员本身可能有无落实监控措施的疏失以外，也可能甲这个病院长期拢伫收大量的新冠患者，造成人力疲劳有关系。另外，相关的疫调也甲人员采检也要尽量落实。目前已经列出来464个人，除了进行 PCR 核酸检测以外，嘛要进行抗体检验，并且搁要落实隔离，这像是影响社区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寒流来到，为气象局今仔日针对着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伫咧桃园的拉拉山、新德县的尖石乡、甲台中的福寿山农场，行透早拢有落雪。尖石乡的新光秀峦玉峰国小，当时宣布讲今仔日是停班停课。整个录音区已经雪白一片了啦。规片银白世界就像踮伫热西国家，海拔2600公尺的台中福寿山，在一暗11点外再度落雪。虽然透早雪已经停啊，也不过福寿山农场的路野区积雪达到5公分高，苹果屋就像满着糖霜同款。雪中的红苹果。中央气象局昨日针对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透早平地上低温出现伫苗栗，只有6.4度，各地高山也拢出现落雪。桃园拉拉山透早包括古堡区、中心路、真光华拢落雪，古堡管理站积雪大约1公分。整个停车场也是都白茫茫的，连停车场的草皮也都是白色的。
受到寒流的影响，先得尖石乡后山地区透早落雪，而且几个所在道路拢有结冰的现象，所以后山3校、成功、秀峦甲玉峰国小宣布停班停课1天。中气象局指出，这波寒流上冷的时间是伫12暗到13的透早。除了寒流影响，加上辐射冷却效应，所以在中部以北低温大约6到7度左右，然后东北部地区、南部地区的低温在8到9度左右，华东地区11、12度。那我们预估沿海空旷地区和近山区的地方低温可能再低个1、2度或2、3度。此外，拜六还有一波冷空气流南，根据上新的预报，强度上调，升级为大陆冷气团，也是强烈大陆冷气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寒流是一阵接一阵，开始有农作物受到损害，亲像花莲水水往来花、屏东莲雾拢当一个海期。不过有水果是受到寒流抵应，亲像云林古溪无国柑，甜度甲品质拢变甲真好。来到无国工园，虽然天气冷叽叽，也毋过云林岛内农民却欢喜无用采收。当地果农表示，最近几夜班的寒流，无国柑却因为低温受益，果子长色也更加水，甜度也提升。柑橘的物件是愈寒伊会愈红啊。若愈热伊就是速度行较慢啊。较红是安怎？卖相较好还是较？卖相较好，伊的甜度会较有。岛内高树3小班讲，无国柑是温寒带水果，除非是落雪落霜，才会造成果子损害。这几波的寒流，当地气温大约维持伫7至10度，颠倒对无国柑成长有帮助。有过今年古溪无国柑的品质会比往年较好，也毋过其他大部分的农作物却挡袂过寒流，陆续出现旱害，像花莲水尾乡富兴村前的土往来，叶花已经打起，往来会出现冻伤。差不多11度以下就会掉的。这几天的天气安怎？介寒，应该是会过会较严重。即马草有几成的往来花有叶啊有败去啊？差不多一半。往来花是过年民众介意买的商品，也毋过叶啊冻伤根本无法度卖。农改场前往探空了后，统计受灾面积已经达到45公顷，农民1公顷的成本要20多万。即马更加烦恼天气好起来了后，冻伤的往来花会继续烂。可能整个低温的发生的时间过了之后，它的那个会有一个比较最终的结果的情况出现，它是比较属于那个自发性的灾害。同款受灾严重的，还有当时大出的屏东莲雾，拄着气温下降，过当刚搁出日头，连绵寒、连绵小的天气，地区莲雾出现6个鼻气，受损面积超过310公顷，损失约7,000万。也毋过未来几天，较慢的6个也搁会陆续出现，到时阵灾害可能会搁扩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到宣布解除美台交易限制，伫今仔日伊也表示讲，会做出这个决定，拢是有经过思量了后的结果。美国驻荷兰大使会用行动来响应，伊邀请到台湾驻荷兰的代表去到因的大使馆会谈。美国的国务院也公开因的政军局的官员有甲咱台湾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2个人会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到宣布解除美台交往限制，被看作是双边关系真大进展。蓬佩奥在伊接受访问时表示，包括谴责港府掠反兵派军事，甲解除美台交往限制，拢是经过考量了后的决定，爱面对中国所带来挑战。Look, I wish these things had been done a long time ago. These weren't rushed. These were considered efforts that we made, and they'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rategy that we've laid out with respect to how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American freedoms vis the challeng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ents. 美国最近友台动作不断，解除美台交往限制了后，国务院也佮公开宣布，政军局驻钦库珀要伫台湾时间10日透早，伫华府甲驻美代表萧美琴进行会谈。这是萧美琴就任以来已经知影2个人第2摆会面。美国驻荷兰大使胡克斯特拉更加用行动响应，邀请咱国驻荷兰代表陈新新会面。同齐翕相，佮讲这是创造历史性的一天。那我们非常乐见美国驻外的使馆跟我们驻外的使节加强相关的对话交往。这个Pompeo取消这样的对台交往的限制呢，我想是迟来的正义，我们可以更高调的、更自然的。更有尊严的去到白宫、去到国务院、去到这个国防部去拜访。
捌担任过助理副代表甲国防部长的蔡明宪认为，希望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也会当安尼取消交往限制，提升美台关系。拜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将要访问台湾，民间社团除了希望蔡总统当面表达台湾立联的信息，更加呼吁美国甲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友邦普劳因的新总统惠淑仁后礼拜就要就职啊，因也特别邀请台湾去参加伊的就职典礼。外交部伫今表示讲，总统蔡英文已经指派外交部长郭昭祺来担任特使，派团去参加普劳的典礼。评估帛琉目前他们的国内是并没有武汉肺炎的确诊，就是他们目前是零确诊的案例。这一个他们的帛琉的疫情的环境呢是相对的这个安全跟稳定，因此蔡总统他已经指派了外交部长吴钊燮要担任特使，并且这个会率团在今年的1月20号到1月22号的时候访问帛琉，来出席帛琉正副总统跟国会议员的一个典礼以及相关的活动。外交部表示，这回考虑到疫情，这回去的人员以简单为主。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也透过视讯祝贺惠淑仁胜选。蔡总统也表示讲，正做唯一一个受邀请就职典礼的外国元首，伊感觉10分的光荣，也认为欢喜看到普劳目前医治无病例出现。总统蔡英文搁再讲，疫情发生凸显着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台湾发展出有效对抗疫情的模式，会当帮助着较侪人。讲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Kraft 明仔载就要来访问台湾啊！这个行动却引起中国不满。伫今仔日，中国又搁再派军机扰乱着台湾的西南空域。另外，天下杂志也做出一个调查，就是问讲咱台湾的民众，你敢会烦恼台湾甲中国会发生战争呢？调查出来结果却是一半一半。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美国驻联合国常任大使克拉夫特13就要来台，亲像打着中国底线，用反制行动。中共军机12日透早派出几架出运8型机，侵入咱国空域。空军3度公布管理，强调一切正常。我们会持续的运用联合行政的作为，会加强您刚刚所讲在西南空域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航机海空动态的一个掌握。中军自去年开始未接交台，一直派军机舰侵入台海，那造成两岸对立，也引起民众反感。对此，天下杂志发布上新调查，询问民众敢是会烦恼刷落来一年台湾甲中国会发生战争，结果显示烦恼甲无烦恼的人分别是50%甲48.3%。会担心啊，但是感觉就是还是不会发生一些问题，就是还是不会发生战争，也希望不要。像疫情，现在他们损失应该比我们大，所以他们应该不会这么鲁莽做决定。值得注意的是，民众非常烦恼，爆发战事比当无到2成，有专家认为，这显示咱国并无为内部产生中共想要引起的惊吓，甚至不排除强机一直了台，种种举动让人感觉欠啊。也毋过下这事件，即马爱防范看袂到的战争。进行传统的军事作战是比较不可能的，但取而代之的有可能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经济战啦，或者是认知战、假新闻、不实讯息，或者是中共网军对我们的攻击，那个绝对是没有分战时平时，每分每秒都在进行的。林英又指出，咱来哪侪民众了解战争无像过去用军火点导战术，中国想要采取无清楚的地带冲突，一步一步加调台湾。除了国军平时演练，民众也爱提高警觉，防止假资讯伫国内发讲引起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是苗栗公布109年真出名的饭店餐厅稽查结果，竟然有18间的餐厅因用过期的物件互人加食，总共甲因罚106万。一寡防法的业者却拢有一套解说理由。受到疫情的影响，国内旅游正热。是由署公布去年8月至10月，联合地方卫生局所执行的109年有名的旅宿业附设餐厅稽查专案，
查获208间有名的旅馆，抽验215件产品，发现有18间饭店无合格，其中以北投温泉区的亚太饭店，互人罚18万上济。业者是讲无合规定的是使用色素，毋是人客食的食材，已经有做改善啦。我们关于食品添加物就有一个专柜处理，然后现在都是放在这个地方。那这个使用次数它是原本隔天要练习、自行练习用的，那它没有归位，厨房的厨师什么有做了一些惩处的处理。那未来这个我们都已经复检过后，我们都合格。台北国民饭店使用的泰山牌豆干丝，检验出有漂白剂，消署也已经罚供应商3万。国民饭店讲，第一时间已经无用啊，也改换原料供应商。那台东有3间有过期食品违规，其中凯旋新素商理、加日辉国际度假村拢罚6万。凯旋新素表示，超过期这些物品是无伫使用的配料，早就已经清除。日辉是讲，罚的是调味粉，早都无用啊。已经是过期，我们已经打包好，只是还没有进行报废程序。那刚好新竹出来，他们没有交接到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后面我们就进行了报废处理。另外，包括着桃园桂林商务旅馆、台南的无分店国际商旅、一时路华林中正馆，也拢罚3万至6万。食药署表示，这个13间业者所囤的也甲所卖的这个过期食品，也甲4件产品经过抽验无合规定，伊只要是按法，拢总是再处罚新台票106万5千块。未来我会针对无合格的饭店加强稽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寒流一直来到位，不过有学校的制服是真薄，学生囡仔拢会家己穿家己的外套。虽然教育部也已经开放讲会当伫制服外面搭一领袖仔、一领衫，不过真侪学校却要求学生囡仔讲，这衫就要穿伫制服内面，唔听可能者有的学校是会罚学生的。颔管啊保护密密，查封保暖的大领袖啊穿伫上外口，对师大附中部分的学生来讲，面对10度以下的低温，安尼才合作穿有烧。可以自己穿自己的外套，然后我就穿自己的外套，然后这件相当的厚。一定要穿制服可以，但是就不一定要学校外套穿在最外面。外套碰西衫，要穿伫制服外口也是内底，围巾啊、手巾啊，还佫有帽啊，啥物时阵戴，爱安怎戴？学校讲，学生家己决定对应哩。足以辨识是学生的衣服。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是刷学生证进来。那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冷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学生当然就是保暖最重要。寒人穿衫会当有自主权，师大附中的学生和别间学校的学生是足欣赏的。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指出，全台湾要是有真侪高中甲国中限制保暖的衫，敢会当穿伫制服内底，上外口站要是爱穿学校的外套。另外，寒流来或者是摄氏10度以下的时阵，才会当加穿保暖的衫。学校到底针对所谓天气什么时候是比较寒冷的？因为每个同学他可能感受上因人而异，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各个学校都能够更明确的去说明，或者是说就不要在这个地方特别做管制。应该也不要那么僵化，就是说一定要几度了哦，不会希望说学校要固定的某一个这个第几度的时候才可以加。教育部强调讲，去年8月份已经修正穿制服相关的规定，学生会当依个人感觉天气热或者是寒，选择穿长啊或者是短啊的制服，也佫有长裤或者是短裤。要若寒人的时阵，学校应该开放伫制服内底甲外口，拢会当加穿保暖的衫。学校应该顾虑到每一个学生对寒热的感受无同款。台湾青年民主协会讲，学生若是发现学校有违反规定，会当向学生自治组织，或者是学校来反映，嘛会当写批予教育部来查核。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城西二期坑大场昨暗11点的时阵发生火灾，经过抢救，一直到今仔中昼火势才控制有条。不过，也佫有淡薄火星翕伫内面，也未完全拍花。根据着环保局的讲法，因是怀疑讲，伫咧坑茶湖迄区，因为落雨压淡，产生沼气，才会引起火灾。空勤组队的直升机来来去去伫咧空中，甲水也伫咧附近的闸风拿，都惊火炭烧开。台南市城西2期演排场，差不多200平方公尺的区域，11暗时发生火灾，火一直炭烧到过灯港12中昼才受到控制。它是掩埋场，所以火势没有办法阻绝，一直在下面闷烧，所以我们陆续增派车辆那目前有31部消防车在这边。凤林那边有一些零星的飞火我们有申请空勤总队的直升机来支援。台南市环保局表示，因为火灾发生的所在有一区咧藏柴油啊，可能因为落雨产生沼气，才会开始翕烧。加上导火的所在空旷阁偏僻，嘛因为透风，火烧了愈猛，要拍火是真恶。台南市环保局处
出动差不多50个人次，14台水车，还有3只怪手，透明伫现场协助消防人员拍火。那目前燃烧的是因为废树枝它久置之后产生沼气所造成的自燃的现象。由于燃烧的物质是木材，那就是我们正常的木材燃烧的状况。我们现在是先以救灾为主，那至于处分的部分，后续会再做相关的处置。台南市消防局表示，现场无人受伤或者是死亡，虽然火势有受到控制，不过还伫翕烧，还未完全化去。台南市长黄伟德表示，会调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后续环保局会阁做检讨，避免同款的情形阁发生。另外，环保局指出，这个火会对空气品质的影响有限，是普通的等级，因为北风甲火焰吹去海边的方向，风尾所在影响无大，不过安南区也是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听歌说分明，美国进前发生 Trump 的支持者冲入去国会，连带影响到正月20新总统拜登被宣誓就职。华府目前也进入紧急状态，一直到正月24。FBI 也警告讲，全美国随时拢有可能会发生抗争活动，也已经派16000多名的国民兵去到华府，确保总统就职典礼会当顺利进行。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内部安全报告，激进团体要持续抗议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并阻挡拜登宣誓就职。全美50州为美国的时间1月16至20，国加上首都华盛顿地区为17至20，拢有可能出现武装暴力抗争。安全报告也指出，已经有极端团体伫煽动，捏造川普和国会用宪法第25条修正案移除职务，爱支持者占领各州议会加法院来制造暴动。川普11批准华盛顿地区的请求，宣布华府进入紧急状态，也授权国土安全部所管辖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动用联邦经费为华府提供援助，协助地区政府会当顺利举行总统就职典礼，一直到1月24为止。华盛顿地区的市长鲍瑟也呼吁市民1月20这天卖前往华府参加就職典禮，包括着国家纪念广场、华盛顿纪念碑这的地票24號前拢會關起來。Are you scared? Am I scared? If I'm scared of anything, it's for our democracy, because we have very extreme factions in that country that are armed and dangerous. 美国政权交接面临安全威胁，美国国防部也已经调派15000个国民兵前往华府，代理国土安全部长沃尔夫。在伊指示美警局为13开始展开总统交接的维安特别行动，但是沃尔夫已经请示，总统当选人拜登是宣布提名伫奥巴马时代担任副国务卿。2016年以特使身份来台湾访问的资深外交官伯恩斯来担任美国中情局 CIA 的局长。安尼是拜登本人伫11已经接受第2剂疫苗注射，也表示讲袂担心就职典礼的安全问题。I'm not afraid of taking the oath outside, and we've been getting briefed. 伫华盛顿州的首府奥林匹亚，已经有民兵组织煽动民众占领州议会，当局派出国民兵驻守。在伊都有民众想要走入议会干扰议事，至少有2个示威的民众互掠起。There's been some information that people were going to try to impede that. So the security measures and resources have been brought in to make sure that that does not occur. 受到1月7日美国国会山庄暴力事件影响，目前全美国各州议会拢加强戒备。威斯康辛州府麦迪逊的议会大楼已经在进行强化维安的工作，四周围也是会当看到一寡川普的支持者抗议总统大选结果。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接下来，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中国伫今仔日又搁增加42个本土病例，北京甲乌龙岗拢有增加1个，河北省是有40例。伫河北省部分城市镇也开始进行封锁管制。另外，进前伫北京的顺义区发生一家伙7个人拢染病的群聚感染事件，正搁加1个感染者，主要原因是有人暗藏行踪，这害疫情愈传愈开。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真严重，中国国家卫健委12通报新增加42个本土病例，北京甲乌龙岗各1例，河北40例，35例伫石家庄市。河北省政府宣布对出现确诊病例石家庄市、邢台市、龙凤市拢封闭式管理，也启动铺台。小区村中原则上只保留1个出入口。对于发现病例最多的3个村和有病例的12个村实行集中隔离。
另外，山西已经通报2例为河北以及无症状感染者，也有2名就家中的确诊者发病进前，捌去过武汉市，和当地政府赶紧启动全面排查，伫确诊者经过所在消毒，各对相关人员体检。进去就不能出来，这边里面只是在给居民做核酸。北京确诊者是一名住伫顺义区的5岁查某囡仔，是一家7个人群组感染的密切接触者，已经列出超过400人，其中上先确诊的男性病人涉嫌隐瞒活动范围，和疫情更加严重。顺义区也开始封闭式管理。患儿在昨日通报确诊病例家小饭桌托管，我市境外输入风险和本地新增农村家庭聚集性疫情交织。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隐瞒行程，拒不配合流调，否认相关部门协查核实的轨迹信息，对疫情防控造成极为不利影响。为防止疫情传播，北京市政府约束计程车司机爱挂喙罨、通风消毒、停止强停车规范。各警告对防疫不力的计程车公司会祭出熔断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过年特别到啊，交通部也针对着大众运输工具进行防疫加强。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希望伫过年时啊，防疫旅馆的房间数量会当有够用，按算伫过年前要搁增加1万个房间，要找到已经业者来做户期加检疫者的家属，会当去住安心旅馆。迎迎农历春节，年假返乡条，交通部长林佳龙听出各单位春节疏运规划，明确要求应该落实稳固设备检查，防疫优先。进出大众运输场站全面放体温，即大众运输工具强制挂喙罨，运输工具抢站增加清洁消毒频率。观光局长张锡聪表示，春节年假疏运防疫，一切依照疫情指挥中心，同时落实欠命制。要求一定要实名制，所有的游乐区业者，还有风景区的管理单位，全部要配合。交通部也提前公布农历春节交通疏运管制措施，各都部分除了精进10道预控，高清载管制为2月7日到16，逐工0点到5点，各都全线暂停收钱。各都客运部分推出原票价85折优惠，相提加开班次。海空运国内线为2月7日到17，国内航线12天提供3366架次，海运9天1031航次。另外，回顾防疫旅馆无够问题，林佳龙表示，伫春节进前希望应增加1万户，按算1月底会阁增加4500间。除了防疫旅馆，也促成11间饭店，愿意提供予居家检疫者家属去住的安心旅馆。那目前已经有6900间的房间，有11家很好的这些饭店，都已经来参加。观光局表示，增加全台防疫旅馆用零方式，除了16000间防疫旅馆也有合约底租，为1月14到2月11，差不多是1400多间。湘北每房房价上悬上限5000块，湘北以外旅馆每房上限3000块，互居家检疫者家属住的安心旅馆房价1500到2000。比照安心旅游补助1.0，一房1000元，但是呢，你这一次让他连续可以住3天，我4个家人出去住旅馆，可以补助12000啊。观光局呼吁更加侪饭店业响应安心旅馆，互防疫者家属有更加侪选择。不过，旅馆业者希望提供补助，每人1000块，而且补助只限受疫情冲击上大800间旅馆业。不过，林佳龙表示，目前只有逐工800块的补助，强调行政支持会继续到今年6月。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要看这个案件发生在2019年，瓜达饭店的主管唔拿歧视员工的信箱，甚至佫要求受害者爱甲相姓人的性别认同公开，甚至佫因为伊性别的问题甲伊私透露，也因为公司安尼做违反着性别平等法，激罚罚40万，也因为公司甲主管拢无甲受害者回失礼，经过法院的认定，公司甲主管就要赔受害者20万。
相证人小霞捌伫这间饭店做柜台职务，伊的身份证登记是男性，毋过伊的性别认同是女性，并且将这件代志甲主管讲。毋过2019年6月，伊投诉主管2摆强迫伊对所有同事压出性别分数，最后更加以伊员工资料卡性别栏写不实为由将伊撕掉，伊袂当接受向饭店甲2名主管请求精神赔偿。去年11月底，台北地院判决饭店甲主管应该赔偿20万。这应该是台湾司法史上第一起，就是说，双性人遭到这个职场歧视的案件，强迫出柜是一个侵害人格权的行为，然后也构成所谓的敌意环境的性骚扰。判评指出，伫民事求偿进前，科达饭店因为违反性平法，和北市劳动局裁罚40万。本案一审判决了后，3名被告拢无上诉，专案定案。法官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认定，当事人作为一个双性人，他身份证上面是男性，可是他的性别认同是女性，他按照他的性别认同来填写，没有不实可言。知影判决结果，小霞表示安慰，也鼓励遭遇性别歧视的人爱站出来捍卫权利。另外，科达饭店捌伫2019年事发了后发声明表示，当时团达公司对性别歧视的代志虽然甲事实有出入，也毋过对处理过程的欠点感觉失礼，也毋过对伤心损害赔偿结果定案结果前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拄到一阵移工，因是一阵人口贩卖受害者。虽然因目前去互安置伫中心内面，不过因要向劳动部申请新的工作证，所以政府要求讲，就爱甲进前的头家先解除契约。不过问题来啊，这阵移工是受害者，连中南也找无。这阵漂洋过海来台湾的移工，也凸显着台湾非法移工的问题。公道哈，你好，你好。做伙学中文，因是进前，互移民署认定是人口买卖被害者的越南移工，伫桃园这间教会的安置中心待了3个月，除了烦恼行法院真费气，搁爱操还无收入。现在我们那个借钱来台湾很多。我要那个赶快有工作，赚钱取钱回家。这个移工拢亲像阿强，同款借钱来台湾做事，却拄到后台中的移工的中人公司违法安排去工地，落尾移民署查到违法，送来这边安置。移民署前一阵嘛发人口买卖受害者的鉴定表互因。一种就是讲吼人口的买卖，一种是或做简单来讲就是讲劳动的剥削，吼，就是讲伊用一寡无正当的手段限制伊的自由，强迫伊做事。啊，咱台湾人口范围来讲，第二种形态较侪。人口买卖显示出台湾移工市场常常发生的问题。像阿强因，虽然摕到鉴定表，不过安置中心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证明时，却阁拄到爱因向原雇主解除合约的难题。雇主是表示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些工人在他们公司。据我了解，是这些公司都是所谓的空头公司，根本没有老板在营运。安置中心讲，案件已经伫台中地检署处理，移工的中人公司目前嘛找无，移工的工作权大受影响。劳动部是表示，拄到这个状况，一般由安置单位发准证批予雇主，但这个案已经有参台中市府来了解，会陆续寄工作证。记者陈雅文、李巧凯桃园报道。高雄的环状轻便铁路，搁再增加9个站，对本地14个变到23个，而且是对今仔开始到2月28，民众会当免费坐车，车厢内面会派人去抽查，民众拢爱遵守防疫规定。为凯旋公园站出发，高雄轻铁大南环路段正式通车，配合新路线通车，专线开放免费坐，一直到28，要互民众熟悉路线。春节期间也会当互外地民众坐来体验。只是疫情退烧，安怎应用免费坐所带来人潮嘞？口罩的维持跟运作的部分，我们同时有捷警，那也有我们捷运公司相关人员，那他会在车上来予以提醒，然后同时要求他们要戴口罩。不管是列车人员啊，或者是相关我们卫生局的人员，我们都会来抽查
也会来进行相关防疫工作的督导跟执行。加强防疫调查，控管车厢容纳上限250人，市府有信心做好防疫。另外，高雄环状轻铁上新通车路线，自今摆14站增加到23站，往西延伸45、46到47，高山区公所站，东边新增32到37 6站，会当到高师大和平校区扩大通勤甲旅游服务。因过其中47站因为土地占用爱解决，只会当单边设站。8户12栋建筑，我们全部都协调完毕。那他们也极为乐意，就是跟我们做搭配。那目前的话，我们在过年前有部分可以做拆除的部分，我们先行拆除。过完年之后，我们就会全部拆除完毕。另外，32到37站由民众试坐了后点出现号志调整差、速率低、甲稳定性不好等问题。市府讲要需要磨合期进行调整，也毋望全线会当顺利伫2023年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人伫咧要困之前，拢会看手机啊，互你的目睭不知不觉受到伤害。着清大教授表示讲，伫咧黑暗的环境当中使用手机啊，应该爱甲手机的光线调互较暗。毋过上好的方法就是莫伫黑暗当中使用手机啊。在困之前看手机啊，也是3C 产品，是真侪人的歹惯势，嘛造成目睭的负担。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发现，在黑暗的环境看手机啊，甲手机啊荧幕光线调较暗，比伫咧黑暗中敢若开小拍电火，对目睭的伤害真的无遮大。看久了眼睛会酸痛，可能过了好几10分钟就会酸痛。可是现在如果有开启绿蓝光模式，可能时间就可以拉长。我们发现，其实你可以把手机关暗，跟外界一样暗，一样暗的时候看起来很舒服。然后呢，我们的眼睛会开启暗视觉，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眼睛好，身体好。眼科医生提出3项建议，就是全面调暗、有效气拿、甲减少使用。其中，甲手机啊光度调暗，会使有效减少进入目睭的总体光线。周边视网膜的细胞是负责在暗的地方，它会发挥它比较大的一个作用。如果你在很亮的地方，长期使用这个光明视觉，会让我们的黄斑部这些细胞过度使用，会造成一些光伤害。研究团队更发现，电火光色会影响读册清楚度，暗个会大大影响安全读册的时间。甲白光比较，黄光的电火球会使加长9倍的读册时间。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根据着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调查，讲旧年热天的海水温度有较悬，而且无风台来降温，地区各地头的船鸥拢白化，其中小琉球的上介严重。透过空拍机看落来，透明的海水下会当看到水深2到5公尺的所在，这是平湖的死鲫鱼。毋过目睭看到的却是白化的船鸥蛋。去年8月，平湖的海水一点仔嘛无清凉，来到30到33度，造成平湖有2成的船鸥达到白化4级到6级的死亡程度。平湖阁毋是上严重的，白化上严重出现伫小琉球，恐惊会损失55趴的船鸥。一下水就会让我觉得哇，第一次看到在台湾潜水，第一次看到白化这么严重的。本身的状况就不是很好，所以一旦这个冲击一来的时候，就造成那个地方的这个伤白化的严重性是更高的。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团队调查，去年热天船鸥白化的现象，发现31%船鸥最后拢会死亡。主要原因是去年无风台入侵，造成海水无机会降温，船鸥一直泡伫烧水当中，甚至连较悬纬度的鼻头角海底嘛出现白化船鸥。根据统计，规个东北角大约有30%损失。之前都是因为有台风的关系，所以都打断了这个热累积的效应。2020年的时候，我们其实一个整个台湾最大的警讯是，我们的高纬度非礁型珊瑚群聚发生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大白化事件。
观测平台调集人陈昭伦指出，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国内出现报复性旅游，嘛对白化山河带来更较严重的伤害。若要救热带山河，就必须要甲全球的温度控制伫增加1.5度之内。若海水继续升温，对山河岛的生态恐惊带来真歹恢复，甚至是消失的伤害。记者林志文5家报台北报道。讲到寒流来到，为颠倒后背无仔的产业生意变真好。伫中华社头的无仔业者表示，对头一阵寒流来到呾，因的生意拢真好。即无仔的工会表示讲，台湾的设计甲功能是愈来愈好，若生意超过5成，也对这个产业有大大的提升。民众上山赏雪，算甲真欢喜，也毋过要上山赏雪，装备也袂当少，除了高外套甲手套，高的袜仔也爱加买几啊双。舒适度是很 OK 的，而且它的保暖度来讲，以那个来讲，应该是好了好几倍。将拄仔买的袜仔随穿起来，民众讲骹手也得咧烧热起来。天气冷带动买气，其中手套甲抢尾套是袂当少的物件。业者讲几啊鋪的寒流小热下来，互业者成长几啊成。比较贴近我们身体的话，相对的御寒的那个保暖的成分会比较高一点。中华社头的袜仔观光工厂，这几天客满来买的人，尤其是碰色袜仔甲保暖袜仔，真受欢迎。有的是我的，然后这个是买给我女儿的手套。让她骑机车啊，会冷啊。我们大部分自己用啊，然后有亲朋好友用得很好，然后也会委托我们来买。中华社头的这杯业者表示，以往年底小柜销量平平，也毋过今年拄到寒流，一波一波来，气温定创新高，连带好这杯仔产业受益，尤其是穿的小的高杯仔，需求更加是提升5成以上。一直咧赶，这后一波哦，保暖袜、毛袜，才会当好保暖。肖明春表示，这杯仔即马是一个转型的时机，除了提悬附加价值，甲针对无工族群提供无工需求甲功能性，参加强特殊性甲品质，互这项产业会当做伫新的活力。记者综合报道。经过4年的制作，公共电视2021年的历史纪录片《台湾100年流变与停泊》，今仔日伫咧举行首映会。这出作品有走找到台湾这块土地顶头的文学、哲学、音乐甲政治领域的前辈，而且也呈现台湾100年以来伫无共环境当中是安怎延续自由的精神。声音档内底传出1970年代台湾校园的民歌，这条歌是李尚德谱曲，嘛是要予政府来做禁歌的美丽岛。无理解是安怎都拢爱唱英语歌，李尚德主张爱唱家己的歌，后手嘛影响到台湾民歌的发展。这个故事，互纪录片的导演胡长峰记录落来。李双泽发生事故走掉之后呢，这4位老师呢，每年在的忌日里面去折那个纸钱烧给他，这样的情感维持了30年。经过4年的规划、摄影甲制作，公共电视伫2021年的历史纪录片《不羁台湾100年流变甲停泊》，伫12头一届放送。作品是以赖和、温海光、李尚德甲陈定南这4个台湾代表性的人物出发，呈现日本时代到国民党执政时期台湾100年以来的流转。文学、思想界，包括音乐界，包括政治我希望能涵盖整个台湾的一个100年来的发展里面的一个隐藏在民间的一股力量，不羁的精神吧，永远是在追求一个自由。我在台大历史所在读书的时候，当时印海关已经被解聘了。有一次他出来，在台大校园走的时候，一大堆学生跟着他后面，那真的就是一个思想领导人。政治大学台文所的教授陈宏明表示，讲到台湾精神，这4个先辈会当讲是有真侪贡献，嘛期待有更较侪人为纪录片内底看到因身上的迄份台湾人民总是伫无共语言甲文化背景当中延续自由的这个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对6度到22度。中部地区对6度到21度，南部地区对10度到23度，
东部地区对8度到2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5度到16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咱再会。